继续来看检警伫新竹市搜索到电玩店，发现有几名公务员疑似暗砍到电玩的业者，非法来做生意。其中一个是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的秘书，也佫有一个是议会秘书。即摆两个人拢互收押禁见。 它做出来的话，大概有1.6公吨。如果流到市面的部分，那对这个我们整个社会治安是影响非常大的。捌伫2018年了着取得超过上亿毒品的原料，警方搜证2档，查到6吨的毒品，伫镜头前分享成果。伊是宋警官，敢若是涉嫌包庇电动业者，伫张宏约谈问话了后收押禁见。那总共起获了10多名的嫌犯。伫新竹市提下未少功劳，那毒品案各种天道明、董心辉一网打尽。这个宋警官过去捌做过侦查队长，甲刑大的副大队长，即卖是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的秘书。 检调进前，伫电动警查扣的证物内底，发现有未少员警涉嫌替非法营业的业者来暗砍。最后认定细皮议会秘书有涉案，伊进前嘛是警察局的巡佐，也有一个退休刑警以红车回。安那细皮秘书和宋警官是红收押禁见。案件尚待厘清调查中，基于侦查不公开。 本局全力配合地检署调查侦办。人向收押，警察局随甲伊停职。涉案的公务员也不会范围真宽。那看涉议会也有退休刑警，敢若本案都有3个人有警戒的背景，敢若是利用各种的管道替电动业者拍通关，暗砍非法。如今那方调查收押，恐惊嘛已经拍歹着警戒的名声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